年客家合唱团是一群爱客家、爱唱歌的朋友组成的社团。团长李慧敏因为爱音乐，从小就接触许多种乐器。身为客家人，李慧敏对客家歌谣有着深厚的情感。 对我们自己的客家文化有很深很深的传承的责任感在，所以呢，来带这个合唱团，也不是说带，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。团员罗青妹也是道地客家人，从五线谱开始学起，在李慧敏指导下，罗青妹正努力跟上进度。是第一条线，那第二条线就会是咪，我们这边我虽然很忙，每次来上课我唔是蛮多，来这边上课很开心，所以我唔是蛮多来了位。上课从不迟到的罗青妹，在李慧敏的鼓励下，也越来越有自信。另一位团员蔡秀珠虽然不是客家人，但为了唱好客家歌谣，跟着李慧敏一字一句练习客语发音。 有时候那个腔真的是很难转，很难转，就像刚刚讲的来嘻，来，或是说像我们用扭去起爬。在这里，大家都能彼此扶持，发挥团队精神。我们大家就是这样子，你教我，我教你，一起把好听的客家歌做一个传唱。努力是有成果的。 现在乐团演出邀约不断，也是比赛常胜军。但能够不断地传唱客家歌谣，才是李慧敏和所有团员最初也是最终的梦想。上课喽！我唔识蛮多，我唔识蛮多，我唔识蛮多。